而家網上個個都教你提早退休、財務自由，但其實呢4隻字可能係呢個時代最精緻嘅毒藥。我哋試下計一計條數，如果你今日想每個月有3萬蚊嘅被動收入去維持基本生活，你係需要有900萬嘅本金去收利息。900萬係一個咩概念？一個普通香港打工仔，就算你係極度慳家，每個月死慳爛慳儲1萬蚊，你係要儲夠75年先至有900萬。於是為咗提早達到呢個數字，好多人就開始走捷徑，例如借錢炒股啦，玩高風險投資啦，結果未自由就已經一身債。好，就算你唔投資，你揀到最原始嘅方法，死慳爛慳去儲錢，咁現實係點？你要將你嘅物慾降到冰點，唔可以出街食飯，唔可以買新衫，朋友嘅婚禮盡量唔去。咁你覺得有冇可能？根本就冇可能。你原本可以喺20幾至30歲，人生最黃金、最有活力嘅時候，舒舒服服咁去幾次旅行，累積一下美好嘅回憶。但係為咗一個虛無縹緲嘅40歲退休夢，你選擇將自己20幾歲嘅青春過到好似一個苦行僧咁。你以為你喺度買緊未來嘅自由，但係其實你係透支緊今日嘅生活質素，為咗未知嘅將來，犧牲確定嘅現在。呢條數真係除得匀咩？財務自由唔係冇可能，但佢絕對唔會係一條輕鬆嘅避風港，而係一場極度反人性嘅馬拉松。與其日日發夢唔使做，不如腳踏實地，儲一筆足夠應急，俾你有底氣隨時可以炒老細魷魚嘅保命錢。其實真正嘅自由唔係一世唔做嘢，而係當你遇到黐線老細或者係唔合理嘅對待嗰陣，你可以有權講一句我唔撈。財務自由真正嘅定義就係你對你嘅人生有絕對嘅掌控權。廢話少，精簡多，呢度係零度現實，每日為你拆解一個殘酷真相。撳個訂閱，我哋下次見。